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2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今日咱搁来研究这个气候变化。秋天时，一条真感动人的台湾歌的歌词，因为歌词内底所描写真深密迄种感情，原来表达台语白话文学伊的内涵。这条《秋风夜雨》讲起来是真出名的歌谣。头一拍歌词讲风雨声音扰乱秋夜静，时常听见杜韵好悲情。因阮思乡毋知雨水冷，自昏自叹幸福未完成。啊，前途茫茫，晚年失光明。是啦，风雨的声音扰乱秋夜静。这若咧教音乐的真侪老师拢记这句做咧，讲秋夜静你得压落去，毋通唱甲变做秋夜静，安尼就无好听。时常听见杜韵咧吼的悲情，这款的情景，因阮自悲自叹，感慨讲出外谈他乡，幸福未完成。游园伫故乡，还有伫咧等待的人，你敢知？毋则第二拍的歌词讲希望纯情结成好鸳鸯，无疑环境阻碍阮自由。秋风夜雨也无替阮想，哪通规暝撇阮添忧愁？啊，思思念念，一日如三秋。秋天时，互人上介惊，就是秋风夜雨。啊，这4字拄好也是歌曲的名。这是周天王老师作词，杨三郎老师作曲，一条真感动人的台湾歌谣。因为见景伤情，秋风夜雨本来风雨哪有感情？颠倒怨叹，咱怨叹伊讲也无替阮想，哪通规暝撇阮添忧愁？因为雨都落规暝哩，风雨安尼再三伫咧落，原来这季已经到当时。风雨凄凉，已经是秋分。离开故乡，游园这时阵，迄时约束，望你相信阮，坚心为君，保守阮青春。啊，阮是可悲，海上小芳船。是啦，秋分24节气的秋分若到，真正就凄凉咯。毋则讲风雨落来到这当阵，秋分已经到了。阮的心情啥款？想起着遥远故乡迄个爱人，心内就有一种的感想。歌词讲了真白，但是这种的描写，袂输敢若情景铺伫咱的眼前共款。阮现此时的造物，宛然就亲像海上小芳船。对，海上的芳船，尤其伫风雨中的芳船，咱敢若用描写，咱敢若用幻想，嘛当体会讲，确实波浪无平静，要好去好将，家己嘛毋知。毋则讲这条秋风夜雨，会遮尔诗行，遮尔好听。伊歌词虽然真白话，毋过真正写甲讲会转去到咱的心肝窟仔底。过去台语歌有真侪即个真浅真白的歌词，毋过真正是会当当作台语文学的代表作来甲理解甲打扮。这也是解文说义，各种特别吹出来的原因啦。